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聞大排檔。余慕蓮啊，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啊？TVB 嘅殿堂級甘草啊。最近就講起余慕蓮啦，見到佢喺呢個老人院入邊啦，成日都入院啦，又入 ICU 啦。佢話佢最大嘅心願啊，就係能夠喺呢個睡夢中離開。葬禮一切從簡。交代醫生係唔好搶救，麻煩晒你嚇咁樣。現年88歲殿堂級嘅甘草余慕蓮近年先後因為右耳石、血液發炎、肺纖維化、肺炎、心口劇痛多次入院，更入住 ICU 半年。雖然走出鬼門關啦，但身體情況大不如前啦。余慕蓮現時係甚少公開露面啦，但係私底下不時都會約一班好友聚會啦。近日余慕蓮嘅印傭姐姐家有喜事啊，要請假1個月，唯有搬咗去老人院暫住1個月啦。安德尊特別就為余慕蓮打點安排，更加包起佢住宿費喎。一齊睇睇余慕蓮最近嘅情況如何。唔該晒大排檔主持，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排檔。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，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，唔該晒各位觀眾朋友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單嘢係一個令人既感動又唏噓嘅話題。事關現年88歲嘅殿堂級甘草演員余慕蓮，近日因為印傭姐姐要請1個月假返鄉下結婚，所以暫時搬咗去老人院居住。佢嘅近況曝光之後，大家先知道原來余慕蓮近年身體狀況大不如前，曾經多次入院，仲住過 ICU 半年。佢喺訪問中講到自己嘅最大心願係能夠喺睡夢中離開，喪禮一切從簡，仲一早交代醫生，將來如果身體出乜嘢情況都唔好搶救，唔好插喉，等佢自然咁離開。呢番說話聽完真係令人心酸。今日大排檔就同大家詳細講下余慕蓮嘅近況，回顧佢嘅演藝生涯，再分析下佢對生死嘅睇法，最後做個總結。首先同大家講下余慕蓮嘅近況。現年88歲嘅余慕蓮係香港演藝界嘅殿堂級甘草演員，觀眾可能未必記得佢個名，但一定認得佢個樣。佢成日飾演街市婆仔、垃圾婆、工人呢類角色。雖然戲份唔多，但每次出場都令人印象深刻。近年嚟，余慕蓮嘅身體狀況大不如前，先後因為右耳石、血液發炎、肺纖維化、肺炎、心口劇痛等多次入院，仲喺 ICU 住過半年。雖然最後走出鬼門關，但體力同心力都差咗好多。佢而家好少公開露面，但私底下不時同班老友記聚會。最近余慕蓮嘅印傭姐姐因為屋企有挹事，要請1個月假返鄉下，余慕蓮唯有暫時搬去老人院住1個月。好彩有安德尊幫手打點安排，仲包起晒住宿費。余慕蓮嘅近況透過遊艇搭慈善基金會嘅 YouTube 頻道曝光，片中見到余慕蓮坐住輪椅，透露自己喺老人院會同其他老友記打衛生麻雀消磨時間。因為佢甩咗好多隻牙，所以老人院特別為佢安排紅蘿蔔蓉同菜蓉撈白粥做晚餐。睇到呢度，真係有啲心酸。一個曾經喺熒幕上帶俾觀眾無數歡樂嘅演員，晚年嘅生活就係咁簡單咁樸素。喺訪問入面，記者提到近期演藝圈接連有資深藝人離世，包括鍾景輝同陳敏兒。余慕蓮聽完之後，好淡然咁話自己都排緊隊上天堂。呢句說話聽落輕鬆，但背後其實係對生死嘅一份通透。佢話自己最大嘅心願就係希望能夠喺睡夢中離開，唔好受折磨。喪禮一切從簡，唔需要大排筵席，唔需要風光大葬。佢仲話自己一早已經交代定醫生，將來如果佢身體出現乜嘢情況都唔好搶救，唔好插喉，等佢自然咁離開。呢番說話反映出余慕蓮對生死嘅態度非常豁達，非常清醒。講起余慕蓮，大排檔同大家回顧下佢嘅演藝生涯。余慕蓮原名余智雅，1940年喺廣州出生，後來移居香港。佢嘅演藝生涯橫跨幾十年，由1960年代開始拍電影，後來加入無線電視，成為金牌綠葉。佢最擅長演嘅角色就係一啲社會基層嘅女性，例如街市婆仔、
清潔阿姐、工人等等。雖然佢成日演呢類丑角，但從來冇怨言，仲話冇人想做嘅角色，我做咯，總要有人做㗎嘛。呢份敬業樂業嘅精神令人敬佩。余慕蓮最令香港人難忘嘅唔單止係佢嘅演技，仲有佢嘅善心。2005年，佢用自己嘅長期服務金喺貴州山區捐建咗一間余慕蓮希望小學。佢話自己冇讀書，知道冇書讀嘅痛苦，所以希望幫助山區嘅小朋友有機會接受教育。呢件事當時感動咗好多人，佢嘅善心同無私絕對值得香港人永遠記住。講返余慕蓮對生死嘅睇法，佢話希望喺睡夢中離開，唔好插喉，唔好搶救。呢個心願其實反映咗佢對生命尊嚴嘅追求。好多老人家去到生命嘅盡頭，往往要接受各種侵入性嘅治療，插喉、心肺復甦、打強心針，過程非常痛苦，但最後都係救唔返。與其受盡折磨先離開，不如自然安詳咁喺睡夢中走。呢種想法而家越嚟越多人接受，就係所謂嘅善終權。一個人應該有權決定自己嘅生命點樣結束，而唔係由醫生或者家屬單方面決定。大排檔覺得余慕蓮嘅豁達同佢嘅人生經歷有好大關係。佢一生人冇結婚，冇仔女，獨來獨往。佢曾經講過自己唔係唔想結婚，而係遇唔到適合嘅人。既然一個人生活，就要好好安排自己嘅晚年。佢一早立定平安紙，交代好身後事，又捐咗間學校，將自己嘅積蓄回饋社會。佢對生死嘅從容，其實係源自於佢對自己人生嘅負責同規劃。網民對余慕蓮嘅近況反應非常一致，就係祝福同敬佩。有網民話余慕蓮姐姐真係好叻，睇得好開。有網民話佢捐學校嗰件事，我到而家都記得，真係好心人。亦有網民話希望佢真係可以喺睡夢中安詳離開，呢個係最好嘅結局，幾乎見唔到任何負面留言。因為余慕蓮喺香港觀眾心目中一直都係一個善良、敬業、豁達嘅形象。大排檔總結一下余慕蓮嘅最大心願，係能夠喺睡夢中離開，喪禮一切從簡，交代醫生唔好搶救。呢番說話表面上係講緊死亡，實際上係講緊點樣活着。一個人有勇氣面對死亡，願意為自己嘅終點做好準備，其實就係對生命最大嘅尊重。余慕蓮用佢嘅一生話俾我哋知，就算你一世人都做配角，都可以成為自己生命嘅主角。就算你唔係最靚、最有錢、最出名，都可以因為善良同豁達而被世人記住。最後，大排檔想向余慕蓮姐姐致以最真摯嘅祝福，希望佢喺老人院住得開心，打麻雀贏多啲，食粥食得滋味，更希望佢嘅心願能夠成真，將來某一天喺一個安詳嘅睡夢中帶住微笑離開。呢個就係對佢一生人最好嘅報答。唔該晒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咁先唔會錯過大排檔下一次嘅精彩分析。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。你對善終權有咩睇法？你覺得人應唔應該有權決定自己點樣離開？歡迎同我哋分享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